9年前，北新乐园爆炸案件造成15个人死亡，400多人受伤。过去1审、2审拢判北新公司免赔偿受害者，但是这摆最高法院认为北新公司有损害赔偿的责任。这摆判决是有可能影响其他官司的结果。雄雄大火一直烧，爆炸现场真惊人。9年外进前的北新电报夺走15条性命，400多人受伤。受害者陆续提告向活动主办方甲北新公司等单位求偿。即马最高法院认为北新公司要负起损害赔偿责任，只能将3件案件部分亏弃发回审理。消费者不管购买8仙乐园门票、午后优惠票或者彩色派对票，皆可获得相同的服务。8仙公司应就与其经营事项具密切关系的相关活动所致承包事故损害赔偿责任。过去北新公司常常互法院认定，敢若是出租场地，真侪官司一直审拢协判免赔。即摆最高法院毋但指出，北新作为企业经营者，比起消费者要负担更较侪服务安全欠缺责任，也点出明透过契约就将责任转予派对主办方单独负担。最高法院肯定，八仙公司要负赔偿责任，对于被害者还有以及其他社会大众来说，其实是最高法院回应了人民的期待，发回高院以后，赔偿的金额呢，应该不至于说会因为无过失而减轻太多。最高法院这个判决有指标性的意义，也牵动后续其他相关的官司，包含有2波团体诉讼伫咧法院审理。消基会表示，这摆判决结果一定为团体诉讼带来正面影响，不过也提出因的烦恼。最高法院发回的另外一个意见就是，如果没有过失的话，那个减免的责任的部分会影响到这个我们请求损害赔偿这个金额。这摆求偿案件除了做出北新公司爱负连带赔偿以外，最高法院也讲到，若北新应证明自身无过失，就应减轻赔偿责任。消基会也烦恼，恐惊影响赔偿的范围甲金额。记者综合报道。